各位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老主，今日礼拜感觉特别热烈。感谢主，咱从一阵开始，咱每一季有拄到第5礼拜的阵，咱台语堂的诗班会特别会唱结一条诗歌吼，也是几条诗歌，成做咱台语堂的这个圣乐的礼拜。今日不只是第2次安尼圣乐礼拜。更加今日特别的所在是咱41年的阿青传道伊伫怀孕堂实施的这个期间甲今日甲一个坎站，伊后礼拜就要转去伊的母会伫甲迄个桃园的地区甲伊牧师来配搭服侍。感谢主，神学院嘛有派一个新的神学生，正式咧后礼拜就要来甲咱同齐来配搭来服侍主，但是呢，因为伊带病学特别伊是理神学院头1年的学生所以今年无实习啦所以呢，伊前礼拜来甲牧师有即个交陪今日特别带伊的即个太太甲3个囡仔来甲咱当中即马太太甲囡仔目前。已經送去兒童主日學遐去上課咱歡喜嘛期待咱後禮拜正式就由即個英典兄弟傳道來甲咱來配合來服侍主咱今日是一個交接的時間咱今日不只是安尼龍典伊佇平湖的教會嘛有幾位兄弟姊妹2位姊妹佫一個兄弟來甲當中來甲咱同齊禮拜，咱非常的歡迎因為因有一個會友因為過去離美國車禍的即個關係所以目前嘛拄前幾工病院刷來咱即個丁州路的即個三總你來看過希望咱兄弟姊妹嘛未來咱若怎有時間會當甲伊關心關懷咱今日感謝主通過這段經文牧師要甲眾兄弟姊妹咱同齊來思念思想一個問題，咱一個愛主的人咱就要來做一個主的門徒因為頂禮拜阿青伊會畢業講道啦你先學院畢業進前攏有畢業講道你教會實施嘛共款要走進前嘛還有一個畢業講道伊頂禮拜特別用這個彼得前書第1章第30到11節迄個經文來勉勵咱台語堂的兄弟姊妹嘛咱台語堂的兄弟姊妹，咱每個人來軍隊耶穌無過安逸頂禮拜聖經遐講無過安逸是較文雅的講法啦較普通話來講袂使用先生我的講法是講袂使人散啦不管是如何阿青用伊的畢業講道因為伊未來毋知有機會閣來咱當中來分享上帝話語，我毋知啦。但是伊頂禮拜講話，萬兄弟姊妹咱來聽入去因為保羅勸勉這個提摩太講袂使人看你少年咱嘛袂使看阿青真少年28歲咱個當做82歲的老大人，甲咱勉勵啦頂禮拜講話毋通放袂記的每個禮拜常常兄弟姊妹來做禮拜的陣攏是安尼啦。聽了後禮拜閣來聽道理的陣，頂禮拜道理毋知走去代志攏毋知但是阿青這篇袂使通甲伊放袂記的啦牧師頂禮拜講的會通放袂，今日講的會通放袂記，但阿青講話上帝特別通過伊少年囡仔甲咱講，是做人講的話愛聽我拄仔講啥物，伊安怎甲咱勉勵，對耶穌袂再閣再安逸但是我今日你坐捷運來教會，你靈修的時陣讀到一篇文章啦。伊講現代真侪教會攏鼓勵兄弟姊妹，大家服侍服侍到有人時咱個人的生活啦咱的家庭攏拋棄啦這是毋是好的見證嘛毋知啦但是今日因為牧師備辦這篇信息就希望講咱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咱的生活、咱的工課，咱要得到一個平衡袂使頭輕還是頭重腳輕，還是腳重頭輕咱愛有一個平
平衡的即个基督徒生活吼。所以今日通过这篇信息，嘛是耶稣伊吼被办要上十字架进前吼，伊的门徒所做的勉励。咱今日行做耶稣的门徒吼，咱来同齐通过今日这篇信息，咱来思想上帝的话吼，耶稣的话，来听伊的话吼，来思想伊的话，咱加上前顶礼拜讲的。咱佫更加吼，通过今日这篇信息，咱来做一个爱主的门徒，吼，做主的门徒，会当结出真侪美好的果子，来荣光主的性命，吼。今日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伫约翰福音的内底，特别伫约翰福音的内底，耶稣有讲到讲伊是啥物，伊是啥物，伊是啥物，吼，7个我是。大家敢有印象？敢知影？吼，这段经文，吼，咱要了解进前，咱受想耶稣头一届，伊讲我是啥物？我是生命的美牛，吼。过来伊讲过啥物？伊讲我是世界光。耶稣伊个讲啥物？伊个讲我是门，吼。伊个讲，我是好牧者，过来伊讲我是我是生命。第六，耶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最后就是今日这段经文，耶稣伊讲啥物？伊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所以耶稣咧约翰福音特别讲到，伊是啥人？伊是啥人？伊是啥人？最近这个每日活水，大家可能无咧使用，但是因为我带主道会，有人写兄弟姊妹会去用的这本材料。最近的材料就是讲到这个出埃及记，上帝呼召摩西的时阵，摩西伊点样咧推脱吼，但是因的对话当中，摩西曾经问过这位讲你是水啊？人爱问讲你是水的时阵，我要安怎讲呢？上帝就来讲我是自有永有的迄位吼。今日伫即个约翰福音的即个所在，耶稣讲伊是真的葡萄树。伫第8节，咱拄仔所读过迄个经文上尾安尼，伊讲恁就是咱每一个耶稣的门徒，安怎呢？伊讲恁若结真侪果子，若结真侪果子，就是讲表示讲，咱无定着会结遮尔侪果子，无定咱啥物拢无结啦。但是讲，如果咱有结是真侪的果子，就表示啥物？表示咱是耶稣的门徒。那安尼呢？咱的天父呢，就因为安尼得到伊的荣光所以今日通过这段经文要讲的是讲，咱要来结真侪的果子，来荣光咱主的性命。咱通过这段经文，咱来思想安怎会当来真做结真侪果子主的门徒，来荣光主的性命从3方面，这8节当中。用3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讲，咱按着安怎？标题讲安怎？第一，咱安怎？咱来认定主，受伊的栽培。如果咱无认定主，愿意来受伊的栽培，安尼是无啥效。甲一个学生去学校读册，老师教的拢无爱听，拢无爱学，拢无爱去实习，无爱去做。上课哪有效？上课顶下咧困，上课无来。信仰也同款，主是咱的老师，咱是伊的学生。我顶解讲，咱台湾过去你学师傅的，学功夫的时阵讲，你拜倒一个师傅3年4个月，无薪水老师师傅甲你派，你嘛爱乖乖呢你爱听话，你无意思你学无功夫同款，咱伫主的信仰当中，主耶稣伊甲咱讲，伊是真的葡萄树伊是真的葡萄树伊甲咱讲，咱的天父是种葡萄的，因为葡萄树、葡萄园，伫即个特别旧约圣经当中，用即个来描写上帝国、上帝子民。所以耶稣伫安尼伊带门徒的时阵，伊定行到大看到啥，就用安尼做比例。所以迄阵常常可能行过葡萄园，敢若我顶解讲我做兵的阵，离即个新社、台中新社。野区出去就是葡萄园，所以同款耶稣看到葡萄园，又安尼来做比例，甲门徒讲：
我是真的葡萄树。为什么特别强调讲真的？就是颠倒饼一定有假的，有仿冒的，对不对？所以呢，咱军队耶稣，咱来明白伊就是真神上帝，唯一独一的上帝。逐日咱来敬拜伊、倚靠伊、军队伊的人。所以伊甲咱讲，甲门徒讲，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不止伊甲咱强调讲，伊是真的，咱来认定伊，敢若箴言有一句话讲啊，如果咱啥物拢来认定伊，啥物拢来信赖伊，伊一定会指引咱人生的每一条道路。所以耶稣伫食咱讲，伊是真的葡萄树，伊甲咱讲，天父是种葡萄的，葡萄也是迄个种葡萄的即个农夫。当然，葡萄是种在迄个土内底呢，农夫就爱去来栽培啊。栽培不管是讲爱找好的土的即个所在，去甲野种栽落去，有石头草啊，爱去捡，爱去挽。有虫，爱去甲虫处理掉。不只是安尼，更加一个葡萄要结真多的果子。如果咱对农业有小可了解的时阵，咱拢知，毋是讲大丛就好，毋是叶仔多就好，枝多就好，因为迄会吸收养分去。所以呢，安尼一直分散去，可能结出来果子呢，足细粒的，袂甜。所以呢，不管啥物树丛拢共款，迄个道理就是讲爱去家己。所以呢，耶稣伊讲，咱爱互即个咱的天父上帝呢，甲咱栽种，就是讲咱爱愿意，咱做主的门徒的人，咱就爱不只认定伊啦，咱爱顺从伊，互上帝甲咱捏做。敢若讲迄个旧约圣经嘛有安尼比例啊，敢若讲上帝就敢若是咧做肥仔迄个主人，伊是头匠，咱就敢若一堆土共款，好点仔捏做，要做杯啊，要做碗，要做啥物拢会使。教伊的艺术，毋是叫土的艺术，是叫做肥仔迄个人师傅的艺术。共款葡萄树，伊毋是讲伊想要安怎就安怎。是叫葡萄树、葡萄丛的主人的意思，所以主人望讲，即个葡萄树来种落去呢，会当生出真侪甜的葡萄，侪的葡萄。最近有人送我即个柠檬啊，柠檬足酸的啊。但是呢，柠檬我摘出来的时阵，拢有一寡籽啊。我甲籽拢来捡的，目前拢来捡的，毋知种的，但因阮兜无土，无菜园啊。我想讲，无定着有机会找一个盆栽来种出来。无法度种喺外口，无想我种喺我的办公桌上，看风嘛袂歹。但是伊无法度生葡萄出来，因为无土啦，无所在。但是我有迄个心愿啦，望会当食到葡萄，食到即个柠檬。毋知将来有一片土地无，毋知啦。但是今日耶稣就讲啊，咱爱愿意受主甲咱栽培，那迄时阵。咱迄个土就会当做出美丽的即个器皿，即个葡萄咱会当结出侪果子来，所以第一点，咱就是爱愿意做一个爱主的人呢，咱就是来受伊的即个甲咱捏做安尼所以第二点呢，咱来看第二点，咱要做主的门徒，要爱主，咱就要安怎？第二点讲安怎？咱就要不断愿意，互伊甲咱修正，安怎栽培？咱栽培讲咱就是安尼，敢若咱爸母顾囡仔，顾迄种栽培就是安尼，拢一直甲伊顾好生生安尼但是安尼也无一定栽培好的囡仔出来爱照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比如讲一直培迄个葡萄安怎会肥死，对无？一直来拍日头，会安怎？会打死，对无？水，一直水，嘛是淹死，是毋是？所以毋是安尼一直安尼宠爱啦，一直爱照正确的方法。所以天父上帝要来种葡萄，要个葡萄丛会当安尼结真侪果子，
伊有伊的正确方法，毋是咱家己想的安尼。所以呢，咱爱互上帝原理，互咱的身躯顶来生命，甲咱修正。修正这段经文安怎讲？伊遮讲啊，讲念伫我，虽然有念伫我，但是讲啊，无结果子的基呢，伊就甲伊种起来。为虾米？有甲主念斗阵，这个基有念斗阵，但是为虾米爱甲这个基种起来？因为我迄农夫啊，足有经验的，知影讲啊，这基无效，无效，袂生啦，袂生就安怎？来甲伊剪掉。迄是基规丛嘛共款哦，即丛袂生就无效啊。有人是啊种迄落。食木瓜凊彩甲弹出去弹出去，木瓜足真紧就生出来呢。但是木瓜有诶哇生足济咧，但有诶木瓜袂生，为虾米？伊有感觉无所以呢，今日遮讲啊，即个枝啊有念斗阵啊，念咧葡萄树顶面，但是呢，却是无结果子。安尼，即个农夫会安怎？即个主人安怎？会甲即个枝呢夹掉但是佫继续讲啊，有结果子的基无共款就安怎？伊就该修正。明明的结果子为虾米去修正？因为结果子是结果子啊，结果粒嘛是无相共啊。所以这农夫为虾米去修正？望讲虽然有结较侪啊。我看一个影片讲这个梨山这个苹果啊来啊，人去访问的时候，你这哪要甲加掉？遮尔水？伊讲伤侪粒啦。迄几粒啊挽掉集中火力应用咧另外迄个所在，将来生出来会较大粒，袂较好计销，一粒200。所以呢，这个主人安怎甲咱这个葡萄修正？葡萄树呢，袂结果子的枝啊无效，剪掉；会结果子的嘛爱甲修正，互会当结较侪所以讲啊，有结果子的枝啊，伊甲修正以后，互伊安怎结较侪的果子，目的是安尼呢。但是修正会疼呢，敢若讲人老师教我做小学生的时阵迄阵老师是足有威严的呢，举一支棍啊，真多弟兄即马教前啊，毋知安尼毋知举一个藤条安尼行到你面头前，头甲你拱落去。捌着安老师甲你讲过无？出来，毋是手心向上，是手背向上，甲你拱落去。会听袂？但是你对迄老师，我经过几十年足少念伊的，当初安尼甲我管教呢。因为考试考100分退步一届考96分，拍死的。我是分数上悬的，去拍死的呢。人迄无及格，竟然讲嘉奖来鼓励。迄阵啊，对这老师足怨恨的。安尼我考100分要创啥？100分无法度考101分啊，只有退步的机会，无进步的机会。迄阵啊，对这老师实在是真迄咯。但是讲你这个班长一定要维持维持100分。好啦，今日这个主人讲啊，要互这个葡萄树结较侪果子，所以袂结果子会加掉，会结果子会爱修正。第三节讲啊，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啊。咱衫垃圾爱去洗清气，对无？厝垃圾去摒清气。葡萄树嘛共款，结果子的意思啊，结真侪果子嘛，感觉讲会当安尼清气，无去污染着无去垃圾的时阵，伊讲啊，我的话，耶稣讲，我甲恁讲话，互恁清气。所以咱对做一个基督徒来讲，我拄仔讲，咱安怎互主来咱栽培，咱是毋是愿意互主甲咱修正呢？如果主甲咱修正管教，目的是啥物？遮讲的即要结果子。敢若希伯来书也嘛讲，哇，即个父母甲咱管教是为咱好，天父上帝甲咱管教更加是为咱好。所以伊教咱讲，安怎甲咱修正，互咱会当结侪果子。遮讲是讲用伊的话，咱的信仰的生命嘛共款。当然，咱毋是葡萄树啊，咱是一个人啊，有生命的人啊。有灵的活人啊，但是咱这个人是啥物款的人？一个人，咱愿意诚做啥物款的一个人？上帝所意爱一个人，望咧咱每兄弟姊妹心上的时阵，会当来安尼显现出来的时阵，咱是毋是愿意互伊甲咱安尼甲咱捏做？所以
安怎会当成做有上帝原来创造咱的美好的形象甲样式，就是咱爱愿意通过上帝的话，每一工来领受，不只讲咱礼拜来做礼拜来听道理。那咧，咱讲多当一礼拜，请问兄弟姊妹，你食一顿，后礼拜才过来食。我讲咱腹肚枵的阵啊，无要紧，我即顿食到饱，咱即摆就个真侪大胃王比赛，敢毋是？咱听到的消息，常常一寡大胃王拢暴毙，有无？你看过这种新闻无？会当食到食第一名啊！后来安怎啦？真出病来，对毋对？咱基督徒嘛共款，安尼唱话。今日即个讲员，毋是我讲我，讲别人啦吼，大肠迄个。足好讲的，今日讲的真赞真赞。后礼拜过来听，即款的基督徒吼，会出问题袂？会啦。所以咱每一工爱家己吼，粗茶淡饭吼。虽然无讲介澎湃，逐工你圆山啊饭店、希尔顿饭店，即摆是 W 饭店，不管啥物饭店，逐工吼食较普通咧，会饱，胃嘛袂歹，对毋对？吼，你若逐工饱吼，礼拜节吼来听拢是假的啦。你敢了解我的意思？毋通干靠礼拜工代要甲你供应一礼拜，共款意思吼，才咧甲咱讲，为啥讲起去，我说闹交去啊？我讲上帝话啦，上帝话啦，兄弟姊妹，咱每一工安怎，爱来亲近伊，较无伊，吸收伊的话，听伊的话，尊叹伊的话。上帝如果圣灵甲咱光照讲，今日通过这甲你讲，你爱安怎改变啥物个性啦、习惯啦，甲人安怎去和好啦，工过态度正方面，你来做原理安尼调整，一定会愈来愈好，敢毋是？爱车的人，在座毋知几个真爱车，我毋知啦。爱车的人吼，买一台新车，搁安尼改甲足好，已经车已经性能足好，但是爱搁改甲足好，真是毋是？无钱人无法度，有钱人才有法度安尼吼。上帝话已经互恁清气啊！上帝已经应允啦，伊要用咱的用伊的话，伊嘛用伊的话，互咱清气啊！那咧，咱即个性命就会对。无吼，规工走教会，进咧教会，唱咧教会，有一工教会已经关门啊，一个姊妹无爱走，吓到江牧师，伊10点过啊，已经人迄个管堂的人已经拢设定迄个警铃，但是有个所在无警报器，江牧师住隔壁尔，伊要搁在伊办公室，搁要毋知要从啥，我毋知，但是伊讲，互一个姊妹惊着。覕诶，咱诶迄个壁画下骹，咱大门入来，我你哪里食？结果迄个姊妹是无爱转去因兜，讲唱咧教会啊，迄是一个最近发生诶代志吼。我都要讲，这只是一个随便一个例子，但我要讲诶意思讲，你规工踮咧教会嘛，无一定有路用啊。迄是外在，特别是我拄仔讲迄个姊妹，是因为读考小可有问题，因老母。佮拍电话互派出所，讲找无查某囝。兄弟姊妹，咱是啥物款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甲使命？耶稣才甲咱讲，伊的话已经互咱清气啊！已经学英文的英文老师，已经是啥物意思？共款去考问咱的即个陈州老师，伊是英文老师，已经是啥物意思？完成式敢毋是？毋是还袂呢，已经是啥呢？完成安尼。所以耶稣的话，甲咱讲安尼，兄弟姊妹，咱是毋是逐工互上帝的话，甲咱洗清气？因为衫今日穿的是新的，转去就垃圾啊，无洗，佮穿一领。昨昏我服侍一个弟兄去山顶安葬，隔壁是什么人你敢知？白崇禧墓园。白崇伊的墓园就拄在你边啊！哇，伊回教徒的边啊是基督教，无基督教啦，讲拄啊安尼隔壁一条山路安尼。我转去厝讲，真正今日过来穿，师母讲紧来洗，明仔载去，今日嘛真热，明仔载去就搭。我想讲莫洗啦，无惊垃圾。但是讲礼拜要穿新的啊，
爱穿清气的啊，去山顶吼，有会拍拉伞吼。我拄仔讲兄弟姊妹，上帝的话会甲咱洗清气，咱的生命。但是问题是，咱敢每一工生活当中，咱的生命内底，是毋是每一工互上帝不断地甲咱洗清气？因为咱每一工的生活会用污染着，对无？吼，我昨昏坐捷运的时阵，一个人哦，伊嘛共款穿西装呢，吼，嘛是要去二滨，因为毋是坐捷运啦，坐迄个接驳车，离迄个台大啊。伊一上车甲我拍一个骹墙，我本来无戴口罩，后来我想伊拍骹墙煞甲家的口罩戴起来，要拍骹墙进前把口罩拿下来。我想讲，我是毋是爱戴口罩？啊，我毋知迄个空气污染无毋知啦，家在今日客佫好势好势。所以讲，咱生活当中真侪啥物，可能会甲咱安怎污染的物件，对毋对？所以咱是毋是每一工爱有上帝会甲咱安怎，甲咱洗咱的生命？所以咱做一个爱主的人，做一个主的门徒，我拄仔讲，第一咱爱认定伊，咱爱互伊甲咱栽培，安怎栽培？愿意互伊甲咱修正。我今日即段经文第3点甲咱讲啥物？伊讲安怎？伊讲啊，咱要做一个爱主的人啊，做主的门徒。第3安怎？咱的生命就要安怎？结连伫主的内底。啊，但是当头前我甲讲，结连伫主的内底，嘛会用有机会有可能会用主甲咱加去正去，敢毋是？安怎结连真重要哦。毋是干那结连就好哦，我都讲，毋是干那有教会就好哦。我有做礼拜哦，我有参加祈祷会，我有参加团契哦。啊，我佫是不止12奉献，佫有安尼服侍哦。我做真侪工哦，啊，不止教会来，教会我拢去哦。逐工拢拜2、拜3、拜4，咱顶摆唱的真正好，拜3、拜4，规礼拜真正好，拢伫教会内底。结果上帝讲，我无明白你呢。如果迄工安尼的时阵，到底咱要安怎？所以。今日耶稣甲咱讲啊，咱的生命就要结连伫主的内底。吼，这段经文真多啦吼，我无特别个标记，但是咱看者吼，伊讲啊，恁就不时哦，不时甲我结连哦，不时真正会随时哦，哦，人讲啊，迄个山西迄个卖手机啊展示店讲，手机啊哪伊个电力哪拢遮尔啊维持遮尔好。因为一直定啊插条的啊，伊嘛一直100%，对无？咱是毋是甲主定安尼念到阵插条的？哦，不时甲伊结连。耶稣讲，咱嘛若不时甲伊结连安怎？伊就不时甲咱结连。哦，所以雅各书嘛讲，咱着爱亲近上帝，对无？亲近伊，伊就安怎？伊就亲近咱。啊，你无去亲近伊。要哪会当来明白伊呢？要哪会领受伊的恩惠呢？啊，有需要的时阵才去找伊，敢若俗语话讲，临时抱佛脚。啊，咱信耶稣，临时来抱耶稣的大腿，敢有效？好，所以耶稣讲啊，我就不时甲恁结连呐。啊，伊讲啊，枝啊无连伫连伫即个葡萄树，我拄仔讲，无连伫葡萄树。无效啊，所以伊讲家己袂结果子，因为无链条的，无结连，迄个养分是要哪吸收，所以呢，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耶稣用葡萄树做一个比例，讲到咱甲天父上帝迄个关系，是要哪建立迄个关系，建关系就要连起来，连起来，敢若讲一个少年的要带。今仔龙电，即摆已经3个囡仔，我熟悉的时阵，甲我讲已经3个囡仔。但是呢，伊讲伊结婚无几年对无？伊还未甲因太太结婚进前一个囡仔嘛无对无？啊，结婚以后，结连以后就结3粒啊对无？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嘛共款呢。伊讲啊，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的，我嘛甲伊结连，结果安怎？就会结真侪果子。啊，拄仔阮讲过啊，要结真侪果子，头前有迄种未结果子的家调，啊结果子较少的啊修正，毋才会结连起来，会当遮尔啊侪果子来结出来。伊讲啊，因为无我，
恁就袂当做啥物。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即句话你有领受无？即句话我常常你思想即句话啊。更加读个约翰福音15章的时阵，我著读个即句话，我著搁互上帝安那讲对啊，甲我讲者，提醒你，你的啊，无我会当做啥物？你以为你外敖吗？兄弟姊妹，我爱讲，咱人生如果你真正有迄个体会，无主实在是啥物拢毋是。但是咱是毋是常常讲咱真敖呢？但是耶稣伫遮甲问大讲：恁若无我，恁拢袂当做啥物。但是咱想讲，我会当做真侪代志啊！哦，遐个代志到底是啥意义？遐个代志到底有啥物价值？咱来思想，咱目前是凭啥物你做？为啥物你做？哦，耶稣遮甲咱提醒，咱是毋是常常甲主结连？哦，伊讲啊。第六节讲，人若无甲我结连呢，会亲像打去的鸡啊，互人迄出去外面吼，捡规堆迄落火来烧啊。因为迄柴啊打去无效，真好烧呢吼。迄淡的树枝吼，你甲揪出来要甲安尼吼，可以烧，爱搁真费功夫，但是打去会真容易呢。为虾米迄种即马气候变化的时阵吼，定定安尼大自然安尼树林安尼火烧，还是迄大平原安尼火烧，因为安怎？迄拢打的草、打的枝，一个信啊拍落来的时阵安怎？敢若打火机来甲你点落去，伊就火烧啊！全美国即几年定安怎？哇，火烧一树林呢！台湾有阵时嘛发生啊！吼，所以伊遮讲啊，鸡啊怎啊讲吼，无甲主结连安怎会孤打去啊？无路用啊！会火烧，有人看即段讲，上帝甲你审判，咱莫想啊遮严重啦吼。上帝是有慈悲有怜爱吼，有怜悯的吼。但是伊甲咱提醒，无效，只好去火烧。吼，第7讲啊，恁若甲我结连，吼，佮讲结连，即段一直讲结连，吼，讲我的话就伫恁的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甲恁实现。吼，所以遮甲咱讲啥？哦，伊讲啊，哇！上帝的话是一个根本，吼，一个根本。伊遮讲啊，咱知影讲啊，福音的工课爱靠基督。一个教会有能力无？有复兴无？讲迄个教会基督是啥物？哦，我较早听一个譬如讲，但是咱即马较无安尼譬如，较早听一个譬如讲，哦，你迄个英国是迄个复兴的时代，当然即摆英国无共款啦。迄阵啊，一个叫做施布真牧师啊，伊牧养一个教会啊，伊讲哦，人真侪讲哇，牧师啊，恁个教会哪会遮复兴？想要来了解一下，参观一下。啊，迄个牧师带人去参观，结果带去因个教会地下室。人讲足稀奇，讲牧师，我要看恁教会复兴到底是安怎？恁来带来即个阴阴暗暗的地下室。伊讲，即就是讲教会复兴的关键所在。哦，经过牧师的解说以后，讲哦，这是阮教会基督会所在。阮常常为了圣工安尼祈祷，恳求上帝赐能力、赐智慧、赐机会。所以，一个教会会复兴袂复兴，是讲迄个教会祈祷甲上帝安怎结连。结连是寻求上帝旨意，明白上帝旨意，照顺上帝旨意去行。那咧，上帝通过迄个人、迄个教会成就伊的事工。但是真侪教会，咱讲哦，咱要来互教会人搁较侪，教会搁较大，来起一个教会会堂搁较水啊！叫兄弟姊妹安怎来为主人群做工。如果咱无来甲主结连，迄最后耶稣嘛曾经做者比喻讲，遐真侪代志会亲像安怎？国语叫做草木合接。颠倒饼，如果咱是甲上主结连，遐做开工过，就袂是草木合接，就会变成安怎？金银宝石。咱人的生命嘛共款，咱的一生在来有限当中，咱安怎去结连甲上尾啊，咱的生命甲主相共呢？咱无一定最后爱有舍利子啦吼，因为咱无这种信用。但是爱有啥物？咱爱有属灵的轨迹。吼，所以
甲咱安怎讲？最后安怎讲？第70上帝咱英文讲，咱要爱啥物，求着会甲咱实现。哇，遮尔啊好！但是有当时啊实际上啊，我顶解讲过讲一个姊妹，伊即摆要来教会讲啊求啊祈祷啊无效，啊即个信即个哪有效，无爱来啊。但是遮甲咱讲，无论爱啥物，该求着实现呢？为什么？秘诀是啥物？请看约翰1书5章14节。今日袂讲，连要家己去献，听有意思无？迄共款是约翰写的批信哦。最后第8节讲安怎讲？咱今日的金句啊，恁若结真侪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遮讲到讲，一个耶稣的门徒，啥物才是伊的门徒？结真侪果子的，才是伊的门徒呢。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啊，得到荣光。咱要荣光主的名。要教会复兴，毋是讲啊，这个牧师外高，这教会外高。咱的主，互人真做圣，该尊荣也无。若无迄阵，迄只不过是人的工课。所以有一个人曾经讲啊，一个牧者，毋是咱教会牧者，过去一个牧者，伊讲上帝看咱人是你是啥物人，毋是看你做啥物代。所以今日约翰福音15章这段经文要甲咱讲，兄姊妹，咱做一个主的门徒，咱是毋是爱伊，常常来亲近伊？为什么？当咱安尼做阵会安怎？咱来亲近伊，咱才会了解伊嘛，熟悉伊嘛。我甲阿庆有小可熟悉，因为一年啊嘛。但我英典甲见3界面嘛，对无？迄届你来看我，昨昏拄啊你路拄着你，今日看伊第3面。我对阿青甲英典的熟悉，倒一个较深？一定是阿青嘛。大家兄弟姊妹共款嘛，对无？大家看英典像头一个，即个青面人、少年人安尼，吼，这缘投，甲阿青白缘投。内底我毋知啦吼，但我兄弟姊妹，咱对主嘛共款，对上帝嘛共款啊。咱敢有熟悉上帝？我顶解讲过，咱每个人熟悉上帝拢无相共，为啥会无相共？就是因为咱有限，咱无常常伫个内底。如果咱大家常常安尼追求，以弗所书第4章，我顶解嘛前几日嘛讲，咱会愈来愈合作，对上帝明白的愈来愈相共。安尼咱这个团体，主的这个团体身体，就会安怎？就会协调啊！若无协调的时阵啊，迄个机器人就行路怪怪，对无？即摆迄个 AI 足厉害的人，迄个工程师，一路哦，假的敢若真的，真的敢若假的。人敢若讲咱传一福音讲这是真的福音。耶稣讲我是真葡萄酒，但是有人无爱信，为虾米？前顶礼拜甲咱讲，我拄为啥爱去的？伊后顶礼拜头一句话讲啥物？伊讲因的教会，即摆要转去的教会有一个标语啊。信耶稣有偌好，安怎？看你就知影。你是即个教会的会友，你的上帝你带人拢看袂到，但人看到你。你讲耶稣偌好偌好，看到你，你安尼，我来信别人比你较好。是讲哇，你的上帝会当来小可熟悉你，甲我介绍一个哦。兄弟姊妹，信耶稣偌好，看你知毋知？大家做共兄弟姊妹，今日这段经文甲咱讲啥物？甲主结连啊，才会结果子啊！这个真理，咱好好来思想。今日这段经文有讲到4种情况嘛。第一情况是啥物？未结果子的，对无？第二个情况是。虽然会结果子，但是无多，对无？第三个情况是会结较多的果子，但是最后一个讲安怎？哇，会结真多果子呢，真多果子呢！兄弟姊妹，你的生命，不管内底外口，你仰望结什么款的果子？前2天师母甲我帮我剃头毛，剃到这个耳孔哦，你耳孔后壁。加一个物件出来，敢若增生什么肉啦，年岁有啊啦吼，已经灌老主讲吼，
逐年拢63，我即摆嘛差不多63年老有时啊，啥物加减毋是加啥物出来？伊讲加在你耳孔后壁，无你耳孔头前。你敢有5万结即款的物件？无，我嘛无啊。但是伊就生出来啦，无法度啦。兄弟姊妹，咱当5万讲有好的生命伫咱内底无？今日耶稣甲咱讲，爱甲主结连。哦，最后我讲，要来结束。兄弟姊妹，甲主结连。咱若讲较认真呢，甲主结连，咱生命当中所有的罪，拢爱安怎？无一项无认啦，就是逐项拢爱认啦。无安尼是袂清气的。拄啊，耶稣讲伊的话已经互咱清气啊，敢毋是？但是为什么咱的生命内拢无清气？因为佫一寡罪伫咱的内底，也是讲一寡罪佫甲咱安尼污染去。所以咱逐工有去反省咱家己无？敢若诗篇139篇所讲的，看咧我内底有啥物款的无拄好的所在无？吼，所以呢，意思是讲咱生命当中啊，所有的罪拢对付清气。毋是讲我已经对付清气啊，咱免阁去面对啊。希伯来书第6章甲咱讲，有当时啊，咱会重定十字架，主耶稣因为咱成就，咱来领受，但是为什么咱的行为、咱的言语当中，却是敢若亲像你甲耶稣佮甲钉咧十字架共款呢？爱去为咱的罪牺牲呢？吼，所以意思是讲，咱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代志，兄弟姊妹，咱的行达、咱的言语讲话、咱的思想，咱有主甲咱同在哦。因为咱所信的主是以马内利的主，对毋对？啊，咱是毋是每一件代志拢互主甲咱来做主呢？啊，是讲我家己来做主？啊，细汉我家己来，大汉啊找你？啊，是咱不管是大细汉，吼，所以咱就爱来做一个结论吼，搁回顾一下来。咱今日讲约翰福音15章第1节甲第8节。要一个做爱主的人，甲做主的门徒，咱就爱安怎？认定主，受伊的栽培，咱就安怎？不断愿意，互主甲咱修正，咱就安怎？咱的生命就爱结连伫主的内面。那安尼，最后会安怎？咱做主的门徒的结果是安怎？会结出真侪果子，我毋知平湖区有啥物啦吼。啊，宜兰区我早哩宜兰实施袂顺，因咧宜兰人讲真甜诶，啊真好食咧吼，而且结出真侪果子。平湖区是啥物我毋知。来，连咪请教咱的新好朋友吼，新朋友。即个真侪果子分做属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甲咱讲有啥物？圣灵的果子有啥物？仁爱、喜乐、仁爱路、信义路、和平路，吼，大家去找吼。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来，爱阁结出福音的果子。我最近咧带这个协和主道会，今年是查经是查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第1章头前就讲啊，保罗写批互这罗马教会兄弟姊妹讲啊，望我有机会去恁遐吼，会当结一寡果子。伊写批是安尼写的，啊，伊是要结啥物果子？就是讲要传一寡福音，互一寡人明白，会当接受，得到上帝福气。所以兄弟姊妹，今日耶稣通过遮甲咱讲，咱要来荣光主的性命，就爱拄仔讲头前这3项啊，咱最后就带出安尼遮尔美好的果子，互咱的上帝得到荣光。互别人得到福气，啊，咱行本人，咱家己人得到喜乐、甲平安。咱同齐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兄弟姊妹今日会当来乐意亲近主、敬拜主、服侍主、听你的话。愿主你今日早起，通过你卑微的仆人所讲你的话语。互阮众兄弟姊妹，包括
囡仔本人拢会当受到属灵的真理的，互阮的生命愿意认定主做阮的主，一生的主，不只是阮的救主尔。阮愿意受主甲阮栽培，不断伫阮的生命当中，通过你的话语甲阮洗清气，互阮会当来更加明白你，了解你的旨意，明白你的旨意以后，遵趁你的旨意来行，互阮每个兄弟姊妹的生命内底会当结出侪侪美好属灵的果子，互阮会当来为着主领受，互阮享受互阮的即个大使命，伫阮的生命生活当中，为主来传扬福音，领人来归向你，成做你的儿女，结出侪侪福音的果子。阮来向你恳求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